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12個地支嘅特性啦，同埋組成呢12個地支嘅構成嘅成分啦。好啦，咩叫構成嘅成分呢？我做一個比喻啦，譬如啦，一塊麵包主要造成呢個麵包就係麵粉啦，同埋水啦。咁呢啲就係構成呢一個麵包嘅主要成分啦。又或者啦，譬如我食早餐，我叫個 A 餐，咁 A 餐嘅內容係咩呢？原來 A 餐就有通粉啊，有杯凍檸茶啊，亦都有塊西多士啊。咁呢3個食物加埋一齊就叫做 A 餐，就叫做構成嘅成分啦。咁今集同大家講一講12個地支主要構成佢個成分，因為咧我哋要知道咗之後咧，喺往後嘅運算咧就會方便得多咯。咁好啦，我哋睇一睇啦，12個地支就係呢12個啦，子丑寅卯，然之後啦辰巳午未，好，最後啦就係申酉戌同埋亥呢12個地支啦。原來咧同大家講一講12個地支主要構成佢嘅成分咧，就係天干嚟嘅。原來10個天干就好似麵包裏面嘅麵粉同埋水就係10個天干，將佢加埋一齊咧，某啲嘅成分、某啲嘅分量加咗之後，就變成咗12個地支嘅呢啲組合啦。好啦，同大家去睇一睇10個天干簡單嘅介紹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譬如啦，甲係陽性嘅木，記唔記得啦？同大家提過啦，係代表一啲大嘅硬淨嘅樹木，就係甲木，陽性嘅木。乙係陰性嘅木，就代表住一啲嘅細件啲、柔弱啲嘅花草葉等等呢一啲啦。咁啊，上一集就有介紹啦。咁我哋開始第一個12地支子呢一個地支，代表嘅生肖就係老鼠嘅生肖。構成呢個子嘅主要成分咧，就係癸水啦，就係呢個10天干裏邊嘅陰水癸水。癸水係雨露之水啊，一啲嘅井水啊、溪澗嘅細水啊，就叫做癸水啦，係陰性嘅。咁所以咧，子呢個地支五行係水，亦都係一啲溪澗嘅水啦、細嘅河流啊、一啲嘅雨露嘅水一模一樣咯。咁好啦，第二個地支就係丑啦，丑係牛嘅生肖，構成呢個丑嘅主要成分咧，就係10天干裏邊嘅己土啦。咁樣己土就係陰性嘅土啦，佢一啲比較柔軟啲嘅泥土係可以用嚟栽種植物嘅。好啦，然之後啦就到寅木啦，寅嘅生肖係老虎生肖，構成呢一個寅木主要嘅天干就係甲木呢一個陽性嘅木。甲木就係一啲嘅大樹木，硬身嘅樹幹就係甲木，所以寅木亦都係代表一啲硬身大嘅樹木同埋樹幹咯。好啦，下一個啦就係卯木啦，卯木係兔仔嘅生肖。原來構成呢個卯木主要嘅成分咧，就係10天干裏邊嘅陰木、乙木啦。乙木係代表住一啲比較柔軟啲啦、細啲咧嘅一啲柔弱嘅花草葉同埋樹枝，所以啦，卯木亦都係一樣啦，亦都係代表住一啲嘅花草葉嘅樹木啊、樹枝啊等等，呢啲就係卯木咯。好，跟住喺12地支裏邊嘅辰土啦，辰就係龍嘅生肖啦，主要構成呢個辰土就係陽性嘅木土呢一個天干咯。木土就一啲好硬淨嘅石頭同埋泥土、石牆之土啊，又或者有啲大型嘅建築物啊、一啲嘅山啊、大石啊等等，呢啲就係木土陽性嘅土。逢係陽性都係比較強大啲嘅，咁所以啦，呢一個辰呢個地支呢一個土，亦都係代表住一啲好大山大石、一啲嘅建築物啦，一啲比較硬淨嘅石頭啊、牆壁嘅泥土啦。好，下一個啦，巳。呢個12個地支五行係火，佢所代表嘅生肖咧就係蛇嘅年份啦。好啦，仲有啦，主要構成呢個蛇呢一個地支嘅10天干嘅組件就係丙呢個陽性嘅火咯。記唔記得丙呢個陽性嘅火係代表住一啲嘅烈火啦、太陽一啲好強大嘅火焰啦，咁呢個就係丙火咯。咁所以巳呢一個火亦都有一啲好強大嘅火、太陽嘅火、烈火啦。好，跟住咯，到呢個12個地支裏邊嘅午，
五行就係屬火啦，佢代表嘅生肖就係馬嘅生肖啦。嗱，所以咧火呢一個代表咧顏色都係紅色去做咗俾大家去睇一睇咯。咁然之後啦，構成呢個午呢個地支嘅成分咧就係丁火啦。丁火喺十天干裏邊係代表陰性嘅火啦，係代表住一啲嘅電燈啊、蠟燭啊、一啲細嘅爐火啦，就係呢個陰性嘅丁火。咁所以呢一個午呢一個地支咧，佢呢一個火亦都係一啲陰性嘅火啦，一啲嘅蠟燭嘅火啊、燈火啊、一啲火爐嘅火啦，就冇呢一個巳呢一個咁強大嘅陽性嘅火咁強大啦。記唔記得剛才講過，巳就係太陽嘅火，烈火，例如一個山林嘅大火啊，就係巳火咯。而午呢個咧就係啲嘅蠟燭嘅火啦、爐火啦、電燈啦，一啲比較細啲嘅火啦。好，跟住啦，就到未呢個土咯，未嘅代表嘅生肖就係陽嘅生肖啦。然之後構成呢個未土嘅天干就係己土啦，己土係陰性嘅土，係代表住一啲嘅泥土嚟嘅。呢啲泥土係比較柔軟嘅，係可以栽種植物。咁所以啦，未呢個土亦都係代表住一啲嘅柔軟啲嘅泥土，可以用嚟灌溉再栽種植物嘅。好啦，跟住啦，申係猴嘅生肖，呢個申五行屬金。構成呢個申嘅金咧，主要嘅成分就係十天干裏邊嘅庚金啊。庚金係陽性嘅金嚟嘅，咁呢一個陽性嘅金可以代表住一啲嘅大型嘅鋼鐵啊、金屬啊、斧頭啊、汽車啊、起重機啊呢啲強大嘅金屬、硬淨嘅金屬就係庚金。咁所以呢一個申金亦都係一啲嘅大型嘅金屬啊、機器啊、斧頭啊、鋼鐵，亦都係咁樣去代表嘅。好啦，下一個啦就係酉呢一個金啦。喺十二地支裏邊，酉呢一個字可以代表住雞年嘅生肖，構成呢個酉呢個字嘅五行金屬咧就係辛金。辛金係陰性嘅金，可以比喻為一啲細型啲嘅金屬啦，例如係戒指啊、一啲嘅細型嘅鋼珠啊等等，比較靚少少嘅細型金屬就係辛金。咁所以酉呢一個十二地支呢個金嘅五行咧，亦都係代表住一啲細型少少嘅一啲比較靚啲、精緻啲嘅金屬，就叫做酉金啦。好啦，下一個啦就到戌呢一個字啦。戌係屬土嘅，喺代表住呢個生肖咧就係屬狗呢個生肖啦。咁我哋再睇一睇啦，構成呢個戌呢個土主要嘅成分就係戊土咯。戊土係陽性嘅土，剛才亦都講過啦。呢個陽性嘅土可以代表住一啲大嘅山啦、石頭啦、硬淨嘅牆壁啦、大型嘅建築物啦，用石牆去砌成嘅建築物啦。咁呢啲就係陽性嘅戊土咯。咁所以翻嚟啦，原來戌呢一個土亦都係代表住一啲大型嘅土啊、石頭啊、山啊、建築物啦，就係戌土啦。好啦，去到最後一個啦，就係亥呢一個地支啦。亥係代表豬嘅生肖咯，構成呢個亥嘅主要成分咧就係壬水啦。壬水係陽性嘅水，係代表住一個大海啦、大嘅河流啦，比喻為長江流域啊，又比喻為維多利亞港啊咁樣咯。呢啲就係陽性嘅水，甚至乎非常大嘅傾盆大雨，一啲好強大嘅水，陽性嘅水，壬水亦都係呢一個代表性嘅。咁所以啦，翻嚟十二地支嘅亥呢一個水咧，亦都係代表住大海啦、大河流啦、傾盆大雨啦，呢個就係亥呢個水嘅代表啦，亦都係佢構成嘅成分啦。